啊，一车个啥个这么不是不是吧？他还晓得来喏 ，technology advance 的来喏 ，MA BA graduate PhD 的来喏 ，officer 的来喏，那入职不带的，他根本带别喏，我跟了看个是了，他那个没事了，我跟了看个是了，他差个啥米，我干人干这打个吧。 那儿做在那儿的大个吧，应该在那不好。哈，那么他们有这大米，一别的我不考试个是啦，我搞自己干给说，是啦，那都听到吧？弄怎么事？跟着米，这大米没听米，明明不是听的，他都不是，他个啥米？他怕的什么事？我都没得给要给你听到，我吃什么什么的，我都不知道。 搞头不是个到底嘛是吧？他差个啥米？根本他都不是 history 了喏。我讲他写什么石头？他写什么石头？